佢哋都好似未準備好喎。主席就準備好，佢哋就要等一等佢哋，因為要好認真咁樣咧，小心 check 一 check 啲嗰啲防護具啊。係啊，係啊，仲要個包山袋咧，係咪已經掛好咗？冇一陣攞漏一個咧，就冇份攞冠軍啊嚇！即係咁擺，但係跌晒出嚟咁啊！係啦，即係呢個都好重要嘅。嗱好啦，我哋等阿潘總咧就 check 一 check 睇下大家嘅防。係可以咯喎！好啦，咁我哋倒數3下咯喎，準備3、2、1，好唔該晒，翁主席請翁生咧係可以去翻嘉賓席嗰度就座嘅，欣賞我哋呢個咁精彩嘅接力賽啊！係啦，接力賽咧，其實每一隊隊伍咧就有3名嘅隊員啦，其中一個咧就係隊長，係負責咧換扣嘅。當第一個隊員上去啦，攞到屬於佢嘅第一個包擺去包袋嘅時候咧，佢就要慢慢落翻嚟，雙腳着地，咁我隊長咧先至可以同佢換扣，俾第二個隊員咧再上去攞埋第二個包落嚟啦，再落翻嚟地下咧先至為之完成嘅。所以呢個接力賽同頭先個人賽有啲唔同啊，因為換扣咧都會佔用佢唔少嘅時間，所以咧換扣快都好有着數㗎。好啦，咁我哋見到啦，其實咧大部分嘅隊伍嘅第一個都已經係上到去攞翻嚟。咁當然啦，唔係淨係識上嘅嗬，都要識得落嚟嘅。係啦，陸陸續續咧隊員都開始慢慢落緊嚟啦，但係咧都見到有啲事喎，最緊要注意安全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係啦，咁我話明接力賽啦，咁其實咧大家都要講求呢個合作團隊嘅精神嘅。係啦，你見到咧隊長都好不停嘅咧，就係介紹啲隊員啦，加油啦，係啦，話俾你聽用咗幾多時間就係落嚟啦。我見到有2隊、3隊嘅隊伍咧開始已經換緊扣啦。哇！你嗰邊好緊湊啊！咁我哋嚟睇緊呢邊啦。咁呢邊咧其實咧就係仲係呢個落緊嚟嘅情況。見到海燕體育會 A 隊咧第2位成員準備上線啦。哇！我見到真係喎，已經上咗線喎，見到。所以話呢個換扣嗰個技巧都好緊要啊，可以縮短佢嘅時間咧，咁就嗰個贏嘅。我見到呢個深圳市登山戶外運動協會啊，其實你已經係上緊去攞緊第2個包啦嘛。係啦，港九水上漁民福利促進會長洲分會嗰隊咧都上緊咯喎，第2位選手。隊咧都有唔少嘅女子選手啊，其實咧都一啲都唔簡單，因為體能上面咧佢嘅要求咧都非常之大嘅。始終有上有落咧，真係唔簡單啊！哇！呢邊好競爭激烈喎，我見到啲包好似落雨咁樣咧，打落我塊面，好似仲見得多過頭先啊！係啊，加油加油！我見到海燕體育會 A 隊第2名嘅選手都落緊線啦。係，好 B 隊準備第2個上線啦。係咪又攞錯包啊？攞錯包。咁其實係啦，換扣咧，其實咧都係啲技巧啊。好，拍手，我哋呢邊又上啦。中國澳門攀山總會見到咧第2名嘅選手咧已經係上線。同埋換扣最緊要係嗰位選手雙腳落地先可以開始換啊，如果唔係就犯規啊。成日阻埋，好似攞錯包咁。好，跟住我見到呢度啦。見到長洲東堤新村居民體育會2隊咧嘅第2名嘅選手都上線啦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啊！其實真係㗎，女子組多啲都唔簡單。加油加油！得嘅得嘅得嘅。好啦，合力體育會咧都已經慢慢落緊嚟啦。
哋就可以開始換購。你哋係掛住跳，熱起咗你哋啊！要人拆購啊！唔緊要啊，仲有時間啊！喺隔離啦啦隊係啦，中國奧運會就完成咗啦。